咱这盖了3年的服务区，终于在2025年的末尾迎来了曙光。本以为装修好之后放味儿，等着入住就行了，直到那天上完厕所了之后没有纸用，才忽然惊醒。等啥呢？那生活用品又不会自己跑进来，所有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东西都要置办一遍，大到锅碗瓢盆，小到一根牙签。这跟盖新房子一样，却又不一样。一样的是，你需要把能够预想到的会发生的事儿都要想到；不一样的是，不像建房那样按部就班，每一道程序都是有施工方式跟标准的。生活嘛，没有标准答案，自己开心就好。虽然这些家务活我不太得心应手，但也通过这次采购获得了一些经验值。一部分网购，比如大件家电，看清功能参数直接购买就行了，还包安装。一部分用品还是要到实体店里去购买，比如锅碗瓢盆这些东西，锅的重量、碗的大小，这些都要去上手感受，才不会影响实际使用过程中的体验。当然，这么安排下来，一定会有一些漏掉的东西，但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一边消耗，一边添置，消耗掉的是时光，添置进来的是独属于当下的幸福。